我係奧兒哥哥啊！今日我會喺呢本字字有意思呢本書入邊抽一個題目分享俾大家聽。藏，一個藏寶王聚會藏寶藏，藏起來沒人找得到。一個尋寶王聚會找寶藏，一出馬沒有找不到。藏寶王藏了一個大秘寶，尋寶王出馬來尋寶，猜一猜是藏寶王藏得好，還是尋寶王找得妙？大家鍾唔鍾意呢個字啊？下次見，拜拜。